拢行。天大地大，我上大，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。咱是灵魂快乐逍遥，笑哈哈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你是阮的第一名。天公着听这款命，甲艰苦当作跳恰恰。不免惊，不免惊啦，咱是勇敢的小飞侠。带着工课甲伊拼，人讲无惊袂出名。树光教会的啦啦队可以到我们的树光的加油区过来吧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张树跟玉成预备咯。我们的10号，好，我们先预备动作一下。好，这首张树，加油！张树，加油！张树，张树，张树，树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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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两边的气势都非常棒了，尖叫！我们现在的时间是10点38分，时间还有2分钟。要接着打那个，别看到这个情况跑，会长，还有另外那个谁，小我歹行拢行，天大地大我上大，歹人看到阮嘛皮皮喘，咱是灵魂快乐逍遥，笑哈哈。解释游戏规则。有没有问题？比赛60分钟，53分到位，一般都是60分钟。好，我们50分钟新体制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是先攻啊。好，开始计时，我们的计分员准备好了吗？计时光，牵手。
什么问题，大家来协调一下。
你的爸爸在帮你在旁边帮你加油啦，要有力气呀。要到跟你打。全垒打的方向哦，请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踩到去打击场。叶莲呢？双杀。双杀？为什么双杀？双杀。我手传在边边的，中间一点这样。太慢了，直接要冲过去，不要刹车了，直接跑过去这样。最外球，让我们气氛能够听到。当我说张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说往内走；当我说树光的时候，我们说准备好。这个是树林。对啊，他刚刚不能。球员背号34号王胜杰。没有中。加速加油！不要被打到了，出去了，不有老婆了。目前单身生女友，对，他目前单身哦。张树有没有中意的？没有啊，界外球。全垒打就有老婆了。就有女朋友了啦！拜拜了。好，断场。关系。学员非常20号。好，接下来是刘乾坤，刘乾坤加油！
宋怡北。球员27号林庆志，林庆志，为了我们成长的机会，我们现在还有
好，接下来是曙光教会跟玉成教会来打旗，请